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有些人明明学历不高，起点平凡，却总能在关键时刻翻身致富，而有些人拼命加班，投资理财，却始终在贫穷线上挣扎？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惊人的秘密，真正的富贵早就写在你的身体上了。台北荣总有位刘凯安医师，行医30年，他发现一个惊人规律，那些事业有成、家庭幸福的患者身上往往带着3个共同特征，这不是迷信，而是东方医学与现代科学的交汇点。你的身体就像一座宝库，而福禄就像流动的活水，会在特定的地方显现痕迹。想想看，台北市一间套房动辄要价1500万，健保负担越来越重，物价年年涨，房贷压得你喘不过气，每个月薪水进来，转眼就流出去，银行户头永远只有4位数。你焦虑，你恐慌，你怀疑自己这辈子是不是注定与财富无缘。但如果我告诉你，改变命运的钥匙其实就藏在你自己的手掌、耳朵和眼神里呢。今天这期节目，我会用最浅显的语言，结合中医古籍《黄帝内经》、《神农本草经》以及现代医学的临床数据，带你一一解密这3个富贵密码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会告诉你如何透过日常养生，让自己也能拥有这些特质。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一起揭开身体里的财富地图。不过在开始之前，我必须先说清楚一件事，东方医学从来不是只看外表就论断贫富的学问，真正的富贵是相、命、心、养4者的结合。你的长相是基础，但命运是变数，心性是关键，而后天的调养才是真正能改变一切的力量。《黄帝内经》里有一句话，形不足者温之以气，精不足者补之以味。意思是说，如果你的体质不够好，可以用气来温养；如果你的精气不足，可以用食物来滋补。这告诉我们，命运不是一成不变的，身体也不是天生注定的。很多人以为看相就是算命，其实不然。中医看的是气色，是你身体内部运作的外在反应。一个人脾胃好不好，肝肾强不强，心神稳不稳，都会透过皮肤、眼神、体温表现出来，而这些恰恰就是财富积累的生理基础。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在讲玄学，而是在讲科学，一门结合了5000年观察智慧与现代生理学、神经科学相互印证的知识体系。接下来让我们慢慢进入第一个富贵特征。第一个特征是手掌温暖、柔软、饱满。我认识一位台南的茶商，姓陈，大家都叫他陈老板。他的店开在安平老街，每天来往的客人络绎不绝。有一次我去拜访，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每个跟他握过手的客人离开时脸上都带着笑容，而且很多人后来都成了回头客。我仔细观察，发现陈老板的手掌有个特点，不冷不热，温度刚刚好，握起来软中带弹，像婴儿的手一样。他笑着说，这双手是我做生意最大的本钱。中医怎么看这件事？《黄帝内经》讲，脾主四肢，脾胃功能好的人，气血充足，手脚自然温暖有力，而胃为后天之本，脾胃强健代表消化吸收好，营养到位，身体才有本钱去创造财富。手掌温暖饱满，正是脾胃健旺、气血充盈的外在表现。从现代医学来看，手掌温度反映的是末梢血液循环状况。当你的自律神经稳定，心血管健康，血液能顺畅流到4肢末端，手掌自然温热。而柔软度则跟胶原蛋白、皮下脂肪分布有关，这些都是良好代谢的指标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心理学研究发现，温暖的手掌会让对方产生信任感。美国耶鲁大学的实验显示，当你握着一杯热咖啡，会对陌生人产生更多好感。陈老板的生意兴隆，不只是因为茶好，更因为他的手传递出一种可靠的讯号。这就是古人说的柔能克刚。你不需要用力握手，不需要强势压人，只要你的手够温暖、够柔软，就能在无形中赢得人心，财富自然跟着来。所以下次见面，记得观察对方的手，也好好照顾自己的手。这双手可能就是你翻身的起点。
但我也见过相反的例子。有个朋友在科技业当主管，个性急躁，手掌常年冰冷僵硬，下握着一块石头。他很有能力，也很努力，但奇怪的是，每次升迁机会来临，总有意外发生，不是上司突然换人，就是公司政策改变，最后总是错过。后来他去看中医，医师说他肝气过旺，脾胃虚弱，情绪紧绷导致气血不畅，手脚自然冰冷。中医建议他调整作息，多吃健脾的食物，学会放松。老子《道德经》说，上善若水，水是最柔软的，却能穿透最坚硬的石头。真正有智慧的人，懂得以柔克刚，而不是硬碰硬。你的手掌其实就是你内心状态的镜子。当你学会放松，学会柔软，机会才会自然流向你。这就是第一个富贵密码，手要暖，心要柔。第二个特征是耳朵厚实，耳垂饱满下垂。高雄有位音乐老师叫张云静，他在鼓山区开了一间小小的钢琴教室。我第一次见到他就被他的耳朵吸引，圆润饱满，耳垂大而柔软，像2颗温润的玉石挂在脸庞。他的学生特别多，而且家长都很信任他，不只学音乐，连孩子的升学、心理问题都会来找他讨论。他笑说，可能是我耳朵大，大家觉得我听得进话吧。但这不只是巧合，中医认为肾开窍于耳，黄帝内经说肾主藏精，其华在耳，意思是肾气充足的人，耳朵会特别丰厚有光泽，而肾是先天之本，主管生殖、生长、智力。肾强的人不止身体好，精神也饱满，做事有恒心，有定力。张老师告诉我，他从小身体就不错，很少生病，记忆力好，学东西快，这些都是肾气足的表现。而耳垂饱满正是这种健康状态的外在标记。现代医学也有类似发现。日本学者研究指出，耳垂的大小与心血管健康有关。耳垂血管丰富，当血液循环良好，耳垂自然饱满柔软。相反，如果耳朵薄小，耳垂前憋，可能代表微循环不佳，容易疲劳，记忆力衰退，甚至有心血管风险。在临床上，我们发现耳朵薄的人常常伴随耳鸣、低血压、腰膝酸软等症状，这些都是肾虚的表现。中医会建议用山茱萸、枸杞子来补肾，改善精气。而当肾气慢慢补足，整个人的气色、体力甚至运气都会跟着改变。张老师的教室越开越大，学生从10几个变成上百个，不只因为他教得好，更因为他整个人散发出一种稳定、可靠的能量。这种能量的源头就藏在他那对厚实的耳朵里。所以下次照镜子，记得摸摸自己的耳朵，如果够厚、够软，恭喜你，这是福气的象征。大耳朵并不是越大越好。我见过一个小商人，耳朵很大，大耳廓外翻，他特别爱炫耀，总喜欢跟人说自己赚了多少钱。有一年他炒股票，初期确实赚了一笔，到处请客吃饭，开名车，戴名表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有钱。结果不到半年，股市反转，他的资金全部套牢，最后连本金都赔光，还欠了一屁股债。孔子说，多言数穷，不如守中。话说太多太满，反而容易招来祸患。真正有福气的人，懂得低调谦逊，把财富藏在心里，而不是挂在嘴上。耳朵厚实代表你有本钱，但能不能守住这个本钱，还要看你的心性。如果你骄傲自满，四处炫耀，福气也会随风而散。所以中医不只看外相，更看内在修养，这就是相由心生的真谛。第3个特征是眼神沉稳，曹而不露。台中有位企业家，姓林，叫林少光，做传统制造业。我第一次见他，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眼神，像一口深井，平静无波，但你知道底下有东西，只是他不轻易显露。跟他聊天，你会发现他很少急着表达意见，总是先听先观察，等时机成熟才开口。而他一开口，往往一针见血，让人信服。他的员工都说林董很稳，跟住他做事，心里踏实。中医讲，
肝开窍于目，肝气旺盛的人眼睛明亮有神。但这里有个更高的境界，真正厉害的人不是眼神锐利逼人，而是懂得藏神。黄帝内经说，神藏于内，不行于外，意思是真正的智慧和能量是内敛的，不会轻易外露。眼神外露的人容易冲动，容易被情绪左右，做决策时缺乏定力，而眼神沉稳的人内心安定，能在关键时刻保持冷静，做出正确判断。这种特质在商场上尤其重要。从现代医学来看，眼神的稳定度反映的是自律神经的平衡状态。当交感神经过度亢奋，你的眼神会飘忽不定、焦虑紧张；当副交感神经主导，你的眼神会柔和稳定，心跳也会变慢，整个人呈现一种定的状态。林董告诉我一个故事，2008年金融海啸，他的工厂订单瞬间砍掉一半，很多同业都恐慌性裁员抛售资产，但他没有，他反而趁机整顿内部，投资新设备，培训员工。2年后景气回升，他的公司不但没倒，还成为业绩龙头。他说，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稳住自己，你慌了，全公司都会慌。这种稳定的力量就写在他的眼神里。中医建议要养眼神，就要养心神，可以透过呼吸调息、静坐冥想来锻炼。当你的心安定了，眼神自然就稳了，运气也会跟住来。所以别小看你的眼神，它是你内在状态的窗口，也是别人判断你是否可靠的第一印象。但我也见过眼神闪烁、爱现的人。有个年轻人中了乐透，一夜暴富，眼神里全是兴奋和得意，见人就说自己有多幸运。他买豪车，买名牌，每天泡夜店，到处炫富。3年后，钱花光了，他又回到原点，甚至比以前更穷，因为他已经习惯奢侈的生活，却没有能力维持。庄子说，知止不殆，懂得适可而止，才不会招来危险。真正的富贵不是一时的爆发，而是细水长流的积累。当你拥有财富时，如果不懂得收敛，不懂得珍惜，福气很快就会散去。而眼神恰恰是你内心状态的外显，你是稳重还是浮躁，是内敛还是张扬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所以修身养性，从修眼神开始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如果我天生没有这些特征，是不是就注定无缘富贵了？答案是，绝对不是。中医讲，相由心生，命由己造。你的身体特征是可以透过后天调养改变的。接下来我要分享3个简单实用的养生方法，帮助你慢慢培养出这些富贵特质。第一，每天早上喝1碗枸杞桂圆粥。枸杞补肾明目，桂圆养血安神，这碗粥能让你气血充足，手脚自然温暖，眼神也会变得明亮。第二，每天泡一杯山药淮山茶。山药健脾，淮山补肾，长期喝下来，你的消化会变好，体力会变强，耳朵也会慢慢变得厚实有光泽。第三，每天早晚各静坐10分钟，不需要复杂的技巧，就是闭上眼睛，专注呼吸，让心慢慢安静下来，这能调节自律神经，稳定你的眼神和心神。我认识一位台北的徐美兰女士，今年90岁，身体硬朗，精神奕奕。她说自己年轻时体弱多病，后来靠着这3个方法，一天天调养，不但身体变好，生活也越来越顺遂。她的儿女都事业有成，孙子也考上台大，全家和乐幸福。她笑着说，福气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是你一口粥、一杯茶、一次呼吸，慢慢养出来的。这就是中医的智慧，从小处入手，从身体开始，改变你的命运。说了这么多，我想最后再强调一次，真正的富贵，不只是银行账户的数字，而是福气圆满，精神安然。神农本草经说，上要养命，中要养性，下要治病。最好的药不是用来治病的，而是用来养命、养心性的。当你的身体健康，心神安定，自然会散发出一种吸引力，让好运和财富主动靠近你。手掌温暖，代表你气血充足，待人和善；耳朵厚实，代表你精力旺盛，做事持久；眼神沉稳，
代表你心智成熟，值得信赖。这三者加起来就是一个人最大的财富。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这些特征，别灰心，从今天开始调养，一切都来得及。煮一碗粥，泡一杯茶，静坐10分钟，这些小事看似微不足道，但日积月累就能改变你的体质，进而改变你的命运。最后，我想请你做一件事，观察一下你身边的人，谁的手掌温暖柔软，谁的耳朵厚实饱满，谁的眼神沉稳内敛。你会发现，这些人往往生活的比较顺遂，家庭比较和睦，事业也比较稳定。这不是迷信，而是千百年来无数人用生命验证的智慧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为你打开一扇新的窗，让你从身体开始，重新认识自己，改写自己的人生剧本。记住，福气藏在你的手心、耳边和眼底，等着你去发现。